洲嘅勇士曾經 NBA 霸主，而家嘅輝煌卻成為回憶。想當年浪花兄弟嘅三分魚死亡五小嘅快打旋風，5年攞下3冠，真係睇到球迷熱血沸騰。但王朝始終敵唔過時間，隨住巨星漸漸老去，嗰啲默默耕耘嘅英雄不得不告別。講到 Kevin Looney， 佢絕對係勇士黃金時代最被低估嘅功臣之一。你仲記得嗰個一場波狂搲22個籃板嘅比賽嗎？呢個掩護卡位搶板雖然唔係，但每個細節都抗起了勇士嘅內線。就係呢位搏命嘅藍領勇士，3座冠軍杯都有佢汗水。勇士嘅薪資壓力越嚟越大，新人一個個嘅冒起，勞利嘅角色慢慢邊緣化，上場嘅時候減少，戰術定位模糊，最後球隊乾脆唔同佢續約，拜拜羅尼。勞利嘅離開令人唏噓，佢就好似勇士王朝最後一根螺絲釘，閂住你最輝煌。而家呢個螺絲釘慢慢卸下啦。當 Curry 孤軍奮戰，當格林越嚟越慢，我哋先發覺原來王朝嘅結束就係咁樣一個熟悉嘅身影漸漸離開。再見 Looney， 感謝你多年來付出嘅每一刻，勇士球迷係永遠記得你嘅。